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konkr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路若愈大，路愈行愈宽，心愈来愈寒。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心揣苦苦，只要你作伴。阮已经对落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疼。讲的话哦，我就不爱相信。那无我先来甲敲电电话，我甲问看卖，好无？爸，我家己敲。好啊。喂，余副总啊，总经理转去台北呢。坐几点我唔知哦，我问看卖啦吼。我来讲。你讲。喂，余副总会晓？我是领班阿来啊，嘿，是阿无我载总经理去坐火车咧，嘿，毋过因真早就去啊咧，阿无我到即阵佫还袂转来咧，嘿，余副总无你小等者吼，阿无我转来，我甲问看卖者。阿无啊，总经理是坐几点的火车？我唔知影，已经转台北啊。报告余副总，阿无我讲吼，总经理已经坐火车转去台北啊呢。哦，我知影。好，多谢哈。讲安怎？我唔相信，伊若是要转来，伊早就赶转来啊。伊人一直还搁伫咧家己。伊若长时安尼结婚了，爸爸都无要原谅伊。我愈想到愈无甘愿，我这世人到底欠伊啥物咧？你送倒转来水果种子，我已经拢真好啊。我想无偌久，伊就会发芽，会变成一丛水果树，生出足侪水果出来。我会记你甲我讲过，唯有埋头才能出头。这句话对我意义真大。你讲了无毋对，人就敢若种子共款。想袂到你还阁会记得。我希望你无偌久的，袂当食到我种的水果。我应该有这个机会才对。我想要留伫遮开发种水果，接受大自然。我感觉我是小庄脚的人。你敢有欢迎？我想你较无适合遮，你毋免勉强你家己。我无想要了解你心内底想啥，你也是赶紧离开遮，转去台北。庆芬，你看我。庆芬，为着你，我甘愿放弃台北的一切。我会当甲阮爸爸妈妈遮来大，相信遮的环境、遮的空气，对因的身体应该更较好。我讲的拢是真心的。迄是无可能。
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这只不过是一场梦。我用这个美梦成真，你爱相信我。阿泰，你啥物时阵来？我来足久啊啦。丁生，我知影你对政府是真正好，不过你安怎？哎，讲啊！我对政府是真心的。嘿，我跟你讲，你根本就是骗子啦！啊，我那是一个遮善良的人，你当作遮好骗了？我无骗你，你无骗你。啊，那呢？我问你，你有骗一个义务组的叫做雅玲无？我安怎？你明明有已经未婚妻啊，你要要骗老婚啊？你当作我庄家查某囡仔遮好骗了？我无这个意思，我会去退婚。你退婚？你订婚法摕就摕啊！你后婚仔过去了后，你就甲退婚，你就甲放杀对无？订婚那是阮爸母的意思，我绝对袂放杀阿芬啦。哼！我讲啦，你用的假冒，你茫当作我唔知影。你误会我。我跟你讲，谢你。本底我是叫讲你是一个好人，有良心的人。其实咯，你根本就是一个小人、卑鄙、异命的人啦！你是惊会失去证婚，你这条江要来甲我侮辱，要迫害我。我破坏你啥？是你破坏我甲阮的感情啦！你根本就是小人！我拜托你莫阁讲落去好无？我知你对我真好，你对我真正好。然毋过，你袂用无背你现实，你应该听伊解释才对。阿芬，我今安尼做拢徛伫你这边，你知影无？你今日替你的讲话，我问你，你是毋是真心爱伊？阿泰，你莫等下黑白讲好无？阿芬，安尼我拢听有啊，就是安尼哦。你若一直叫我去娶小婉，阿泰，你莫安尼误会我好无？阿芬，你若真是介意这细你的，你坦白甲我讲，我袂为难你。你讲啊。我无爱，我无爱，我啥物人拢无爱嫁，我一世人拢要留伫遮，我一世人拢要照顾遮个囡仔。谢你的，安尼你有听到啊？好走啊啦，无遐简单，互你骗去啦。安怎？哼，你就是拆厝拆袂成，好，赶紧甲你的未婚妻联合起来，用假冒一个做当机，一个做倒头，啊，想要骗阿阮的感情。啊！我让你骗去了后，你就达成你拆厝的目的，对无？我无想要救抓，但是你确实是误会我。我误会你，哈！我咧甲你讲，你开车弄阿芬啊！我是认为哦，你调工的啦！我咧甲你讲，阿芬的土地，我就想办法甲伊买倒转来，你款款的好走啊！有听到无？好走啊啦！是的，我毋是条工要伤你的性命，我惊安尼做，我若是要保护你，要照顾你，你知影无？这我拢知，阿泰，这我拢知啊。各位小朋友，咱出来行，进来。小伟，小伟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。哎呦，嘿，你们俩要买地啊？嘿啊，较包两棍吼，包较水的哈，我是要送人的哦。好。哎呀啊，这算5折，啊你甲包好势哦。哦，是。啊，若加5折吼，我加买2棍。哎，这2棍哦，免钱小送，
泰山啊，你安尼对我遐尼好着，阮小婉啊吼，无互恁造成不煞袂煞的。我特等你讲一句话啦，人讲头掠鸡吼爱一百米啊，我对你好，你毋哪会感动？泰山啊，当时你对我好是有目的的，我了主是真的。我知影吼，你咧讲耍笑的啦。其实咯，我会做人安怎，你上了解啊。我着欣赏你的人吼，忠厚老实啦，搁坦白啦。讲实在吼，我嘛足希望讲吼，恁国大会当传阮小婉来做某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因两个人都不来电呢。总讲一句吼，咱这两代吼，拢无迄个缘分吼，结亲情啦。李万爷，下包啊！好，包好啦，好。嘿嘿，这两罐你买啊，这两罐阮头去送的。好啊，多谢啦。泰山啦，歹势呢吼。应该啦，应该啦。啊，无我来记啦。好，师兄，大家谢啦。好啦，好。我都唔相信无缘。无啦，伊当是对。我是要特别拜托你啊，我伊当无，这个土地代志哦，是我唔对啦。要无咧，安尼啦，我规日来去台北吼，甲你见一下面，咱想一下两全其美办法来解决好无？唔是啦，我是咧本身想我的查某囝吼，安尼遐尼痛苦好，多谢，伊当市长，多谢你啊，拜托，好。乡长，李先生啊。乡长，无啊，李先生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你当要电话中交代讲唔通知影。好，你来找我啥代志？我好，来，坐讲。乡长，好啦，咱讲当摆乡长啊，坐咧讲啊。我想要娶正婚。你要娶正婚啊？是的啦，我毋是条工要伤你的心的啦。我家己嘛无好。莫咧艰苦啊，啉一粒茶啊。多谢。阿呆，等你是安怎？阿文啊，我今日咯，绝对要甲我心内话讲出来。你想要讲啥物？阿文啊，你计划好无？阿呆，我知影你对我真好，嘛真有心。也毋过我自细汉到这当阵，我从来讲，拢毋捌想过要嫁互你啊。阿文啊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以后哦，绝对会让你幸福的啦。我这世人哦，要娶的人，就是干那你一个尔啦。毋是，你应该娶小婉才对。其实，小婉一直对你真有意思，而且是拢无讲出来，你知影无？我无爱知影啦。我知影你条工哦，拢安排我甲小婉来斗阵啦。原因就是你个感情，咱亲姊妹共款，你要当面伤个心，对无？唔对，唔对。阿文啊，你讲了无唔对啦。我甲小婉是阿家内囡的客母甲客伯，我是一家人，我应该娶小婉啦。对，阿呆，你本来就应该娶小婉，你不应该去辜负小婉对你一片的感情。伊不要讲我适合做你丈家新妇，你知影无？我再讲，你若爸讲咱爸，因两人绝对袂答应咱来斗阵，那何必在遐自找麻烦，互相伤害呢？好啊啦，你别甲我讲啊济啦，你免用啊济理由吼来拒绝我啦。我在你心目中哦，干来为了你的天命尔，对无？阿文，你的天命啊，倒是甲我作对，我绝对要用迄个公平的方式甲你拼到底，我绝对无爱认输啦。阿呆，
是的，我毋是条咁要伤你的心的，我是要甲你讲哦，你若继续甲李亚天龙斗阵落去哦，以后你的日子哦是愈来愈痛苦啦。我要转来去啊。 啊！无啊，你讲唔对，你要娶咱结婚啊？无唔对。我咧想，你是讲唔对，你要讲一遍。当长，希望你会当答应从结婚嫁予我，我是真心的。你真是，你是真心的啊？哈？我甲你当作朋友，拜托你莫安害我好无哈？我无这个意思啊。你无这个意思，你即摆甲姨夫总的已经订婚啦，你不过来娶咱查某囝？ 我会感觉着体温哦，安尼我愈死。你若甲伊讨论，我真愈死。啊，我即摆为着种迄个土地哦，甲伊有种的人，我要甲发年去啊。我即摆搁抢走伊的囝婿哦，你会知伊安怎对我无？搁叫啥啥？若讲着你少年人哦，拢甲会啊谈情说爱啦，啊欢喜就好啦，拢无考虑着后果啦，无考虑着将来啦。好，我唔答应。 你若毋是读较歹哦，你就是咧讲笑话啦。我一定要查证。好啊，莫会无讲，我也无爱听，我也无爱得信哦，你咧有钱，搁有势财团啦。拜托，你先。好，你先。当主哦，这句话我无听的，啊，我也袂从政府嫁予你啦。拜托，你先。 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风暴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。 要如何？你即摆来这是要讲啥物啦？你心里歹，莫来啊！你都硬要来。你莫搁念嘛啦！我今阵讲拖老命嘛，就要来。这代志总讲一句哦，完全是咱家己唔对啦。至少嘛，就爱等天灵转来。 再来呀！哎呦，你莫讲你死那命好无？若讲到天灵，我规包骨都我压起来啦。好啦，莫气啊，莫气啦！辛苦啦，哦，较细腻吼，多谢多谢。
啊，倒一间啊？你要找啥？我要找伊当署长。伊当署长，你是？阮是李总经理的爸母，也是伊当署长的亲家亲母啦。无怪哦，恁看起来遐尼明显。来来，我带你去看当署长吼。多谢。喂啦，你才行好请。清楚啊。安怎啦？你是感觉讲天灵甲雅玲会分开心？今仔讲雅玲无介意咱天灵哦，咱也无会通讲。问题是咱天灵要人放杀啊！这款代志哦，咱世人良心上嘛讲袂得过啦。爸妈，爸，你身体无好，应该踮伫咧厝好好休困。有啥物代志，打电话互阮去看你就好啊。雅玲哦，是一个友好、搁捌代志，是一个好媳妇啊。我知。雅玲，我淡薄代志要找因爸爸。自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定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